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以弗所书第3章第1节到21节。和合本真经在271页，新标点和合本在212页，现在中文译本在297页。以弗所书第3章第1节到21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谅必你们曾听见上帝施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的这福音的执事，是照上帝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后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第10节，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这是照上帝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你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上帝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以上。这时请郑牧师来讲道，题目是以弗所书第3讲，愿他在教会中得荣耀。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献上满心的感恩，在主日的清早，我们就有福气来敬拜你。特别今天我们要与主同舟，再次的提醒我们，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求主你的灵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自由运行，让我们今天所要领受的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继续在以弗所书里面要看第3讲。那我们准备用6个主日呢，要将以弗所书的主题呢能够讲出来。它主要是有关讲到教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什么是教会，如何来建造教会，以及建造教会中间基督徒他的生活应该是如何。我们已经讲了2讲，分别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还有教会是主的圣殿，告诉我们不同的在跨5后面就是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里面呢，是告诉我们的教会的源头是在什么地方。要是没有头的话，这身体当然就不存在了。所以要有基督，这个教会才成为教会。要是教会中间一个团体里面呢，从来不讲基督的话，那个教会不算是教会，它只不过一个社团而已。我们在上次讲到说，教会是主的圣殿，告诉我们这个
教会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到，我们要荣耀神等等。盼望我们这几讲里面呢，会将我们以弗所书能够做一个彻底的了解，同时呢，也能够了解到教会它的真正的意义应该在什么地方，以及要如何，甚至我们会面对征战等等这些。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讲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里面呢，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教会与信徒呢，都应该要让基督来充满，也就是让这个头来掌管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所作所为能够显出这个头真的在掌管我们，所以我们要显出内在真实的基督，使人能够认识，而且能够荣耀基督。所以我们常常要想到说，我这样子的行为，我这样子的所讲我的一切的表现，是不是代表有基督在我里面呢？基督是不是那个头在掌管着我这个身体呢？第二讲里面我们讲到说，教会是主的圣殿。教会呢，与信徒就要分别为圣，因为既然是主的圣殿，主就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应该分别为圣。所罗门王他为他所建的圣殿的启用礼拜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非常的长，记在列王纪上第8章，讲了很多的事情，我们把它结论成为9点事情。讲完这个时候呢，神给他的回应。说我要分别你这个圣殿以及你人呢为圣，我的名要永远在你们中间，而且他的眼、他的心也要藏在那个地方。我相信，同样的，神也要在我们这个教会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要分别我们为圣，而且他的名要永远在我们中间，而且要他的眼跟他的心也要在我们的中间。盼望我们因为这样子而能够容神益人，不要忘了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主的圣殿。既然是主的圣殿，我们就没有掌权，是主在掌权，我们不能随便对我们的身体。所以基督徒我们非常反对你会自杀，因为你残害到神的圣殿。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能这样，因为身体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掌权的，而是主在掌权的。而且要借由我们的身体能够荣耀神，因为主的圣殿就是神同在的意思。那我们要想知道说，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又是主的圣殿，那教会它到底应该呈现，它到底是要成就的？主耶稣要离开之前，将这个权柄交给这些使徒们，要他们成立教会。那这个教会到底要做什么？这边问说，这样子的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又是基督的圣殿的话，它到底要成就什么东西？也就是神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呢？这当然就牵涉到我们教会应该要有怎样的功能。所以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有5大功能，我们有敬拜，我们有团契、教育、侍奉跟这个传道等等这5大功能在。要是一个教会聚集在一起，它只有一些人只有一些团契而已的功能的话，那并不代表这个教会能够达成上面所讲这些。所以我们并不是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大家都同为兄弟姐妹非常的好。只有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内聚的教会，这样也是不够的。要是不去传扬福音，不继续受造就的话，甚至我们还要常常彼此的服侍等等这些，这并不能使这个教会的功能完全的显现出来。神既然要成立了这个教会，到底是要借着教会要做什么呢？神有什么他的奇妙的奥秘计划在吗？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神计划中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因为在今天的经文中，保罗将教会的功能以及它的奥秘讲得非常的清楚给我们。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保罗讲清楚以后，就为这个教会祷告。那他祷告里面在提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去学习的。教会应该，也就是代表着教会应该要有怎样子的彰显出来。我们都知道保罗他的任务是在什么地方？那今天在第3章里面，他自己再重新讲一次。在第一节跟第2节，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主施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原来保罗的任务，第一个是这样关切教会跟信徒
而且要替他们祷告。这第3章第1节很明显讲到，因此，所以代表了前面所讲的，这就是他的理由。理由的结论呢，就在进到今天来讲。我讲了这么多，告诉大家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主的圣殿，是为什么呢？原来就是要将这些更明白的事情告诉你们。当你们知道，我们知道教会它的身份之后，我要再把里面的奥秘再来告诉我们。不只是这样呢，保罗在继续讲说，因为他受到的启示，知道福音的奥秘，而且要使众人来明白。在第3节到第4节，甚至第8节到第9节都有讲到。第3节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呢，保罗已经知道了。到第8节、第9节说，要使众人都明白。这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是怎样子的安排。所以我们要来了解福音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保罗非常的清楚，他讲说这个奥秘在第5节的时候，他说这个奥秘呢，以前世代是没有人叫人知道的，但如今呢，借着圣灵的启示呢，他的圣徒跟先知呢，让我们能够明白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保罗也怕他们不清楚，说我以前已经略略的跟你提过了，所以显然不是在第3章里面所讲。前面到底提过了什么呢？我们已经看过第1章跟第2章，我们都看过。第1章第10节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原来借着教会能够传扬福音，而这个福音是讲是大家要同归于一，是讲在基督里面。当我们因为基督而连结在一起的时候，都成为一体了，都要同归于一。要有合一，并不是代表是统一，而是合一。大家都同样的中心都是耶稣基督。虽然你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或者是我们基督教各同的这个教派，其实并不冲突，因为大家是同样的信仰，只不过在其他的一些仪式等等这些不太一样而已。他们没有神没有要我们要求我们要统一，而是要我们要合一才对。那这边所讲的第1章第10节就是这个意思。到第2章第14节跟第16节讲说，我们为何能够合一在一起呢？就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钉了十字架，所以已经消除了这些冤仇，所以我们能够借着十字架合而为一。为了神呢，与神能够合一，不是只有我们跟我们之间的合一，而是跟神之间也能够合一。原来福音的奥秘，保罗以前已经有略略的提过了。这是略略的提过，所以在这样呢，第3章呢，他又再一次的明确的讲，在第3章第6节说，这福音的奥秘就是这样：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原来所讲的不是只有以色列的民族而已，不是只有犹太人而已，所有的外邦人呢，只要在耶稣基督里。借着所传扬的，我们所传扬出去的这个福音呢，能够有后面这3件事情：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同为后世是什么意思？原来以色列除了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之外呢，其他的人要相信的话，是不是要像以色列人一样，也要受割礼，也要有很多犹太人这些律法去遵守呢？没有，在约翰福音第1章第12节就告诉我们说，他就视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并不一定要成为以色列人才能够成为承接主耶稣的这个后裔一样。在罗马书第8章第16节也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的时候呢，圣灵即刻进入我们心中，向我们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你不必要成为犹太人，你不必要成为以色列人，你只要相信主耶稣，你就成为神的儿女，就是亚伯拉罕他的后世，就是跟基督也连上关系的。这是我们所看到第一个同为后世。第二个呢，在加拉太书第3章29节也讲说，我们既然是属乎基督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第二个呢，同为一体，同为一体意思是怎样？在第2章的第16节的时候，已经有告诉我们，因为借着主耶稣十字架上的功劳，
我们已经讲归为一体了。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他就接纳我们进入他的教会，我们就归为一体的，就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这个身体里面呢，不是只有犹太人，只有以色列人，包括所有的外邦人，愿意相信他的人都同为一体。第三个是同盟应许，同盟应许里面呢，在加拉太书第3章29节后面又继续说，照着应许承受产业。所以，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就同样所有的应许，在以色列人身上也都在我们的身上。另外还有很多的应许，包括得蒙救赎、得儿子的名分，还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丰富的恩典等等，这些充充足足的都要赏赐给我们。不只是口头讲而已，还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做所有应许的凭证。这是福音的奥秘，是在告诉我们。而这个福音的奥秘，怎样来让我们能够知道呢？原来神的安排，就要让这项奥秘是借着教会要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已经看到，整个跟福音的奥秘跟教会已经连结在一起。教会存在的意思就是要怎样？要将福音的奥秘能够让大家明白。3章第9节到第10节里面讲到说，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姓的智慧，让他们能够知道这些其实神早就已经预备好了，而且世人、撒旦、天使这些人都要信服在神的智慧与安排中间。在提摩太前书的第3章第16节，这个东西不是临时才想象出来的，是神在创造以前呢，就已经预定要借着基督来完成的。所以我们可以在它里面讲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这个计划是在创造神之前的时候，神在创造宇宙万物之前就已经预定好了，他要创造人，而当人呢最后一定会败坏，怎么办呢？就主耶稣未来要成为救赎主来帮助我们。而这不是帮助，不是这个信息呢，是借着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来领受到，然后要传扬给所有的外邦人。最后，所有的外邦人都集合在一起，然后在主耶稣里面能够合而为一。这就是基督的奥秘。而这个奥秘呢，像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不是现在才产生出来。保罗已经深深的明白这些，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是因为这样子而被求的，也不是因为你们，所以你们不要上胆，而且你们要看为荣耀。在第13节里面讲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在这个地方第11节的时候呢，他有提到一个，把耶稣的整个的身份都讲出来。他说，这是照神从万世以来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也很容易常常会讲主耶稣基督，主基督耶稣，那这几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主是将主的身份非常明白的表示，在创世以前，主就是基督，但是他为了我们世人降世之后，他就成为耶稣，那我们大家都明白的耶稣。而当这个耶稣是为教会或是为我们个人我们都接纳他，而且信靠他，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之后，他就成为主耶稣基督。不管你的次序怎么排，都是代表了整个把主耶稣他整个的身份非常明白的表示出来。你用基督也好，基督文化就是在显明他原来的身份。代表耶稣也好，你称耶稣啊，耶稣代表他已经成为世人之后，他为我们而来救赎的这个使命来完成。当我们称他为主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已经认他为我们的救主了。所以圣经中间将这三个呢，统统是表示出来。原来的次序应该是基督、耶稣、主，但是我们很容易讲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都是同样的意思。在这边再一次让大家能够明白，这几个字其实都没有冲突，只是你的强调是在哪一个地方。我们常常会强调主，就是因为他已经成为我的救主。我们会常常他是基督，因为知道我们世人的软弱，是因为有基督就成为救世主来帮助我们，来救赎了我们。我们常常就感受到耶稣，因为耶稣
他曾经在世上活着，所以就觉得非常的亲近。我们会觉得耶稣才是我们的同伴一样，不管是任何一个名词，对你来讲都有不同的领域，但是他的领受都是一样。主耶稣要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我们看到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他在世上呢，他的任务乃是要将这个福音来告诉人，那能够明白，而且为他们而祷告。而这个福音的奥秘呢，现在已经被神已经启示他，让他知道，所以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他阐明告诉大家，外邦人也要因为在基督里面都要蒙神的恩的应许，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保罗就要为他们，为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些信徒们来祷告。其实假定你看和合本的时候，在这个圣经在第1节的后面讲说，这个是在第14节之前来为了第14节而来后记的。也就是说，前面呢应该是第3章，前面第1章跟第2章讲完的时候，保罗讲完教会是怎样之后呢，他要开始为他们祷告，要为教会祷告。因为祷告之前，他觉得好像有些事情还没讲清楚啊，所以从第1节再讲到第13节，把这些刚刚讲的奥秘全部讲清楚了。第14节开始为他们而祷告，所以14节开始讲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他现在才开始要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当保罗他讲清楚这些福音的奥秘是要借着教会来阐明的时候，那我开始为你们祷告了，因为我们都是属于在这教会里面组成的分子之一，显然也是告诉我们应该要有怎样子的呈现出来。他的祷告里面呢，提到了5个重点。保罗呢，为了教会，为了信徒，屈膝的向天父祷告里面有5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是要心灵要能够刚强，在16节说，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第二个重点，要在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第17节讲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第3个是说，爱心要有根有基，在第17节后段说，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就每一节里面就代表了某一个保罗为了这些信徒，为了教会里面来讲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说，那这代表了什么意思？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呈现出来呢？第一个，他讲要我们心灵刚强；第二个，要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第三，我们的爱心要有根有基。有根有基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明白你的爱心不是那些烂好人，不是那些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标准的那一种爱心而已，而是有根有基的，是主耶稣基督真正喜爱的那个爱心。我们要能够真正的明白。第4个，我们要深知讲基督的爱的深奥，在第18节讲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将所有的这些范围通通包含在内。第5个呢，是说我们能够完全被神一切的美好所充满。这边讲的是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我们。叫神一切所充满了我们。翻译的话，另外一个用翻译就像我在第5点所写的，能够完全被神一切的美好所充满，就是我们能够像神一样，当然是不可能，但是神的完美呢，是我们要去追求的。这是保罗他写他的祷告，保罗他为了教会跟为了信徒的祷告是这样的奥秘，又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也常常要为自己，还有为其他的信徒，为教会，要有如此的这个祷告在。当保罗，等一下我们会将这5点再来思考一下。保罗盼望教会跟信徒能够有这5个重点在，那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但是保罗讲完这个之后呢，他在第20节、21节，其实这是他一个荣耀颂。他在那边讲，为了这个屈膝祷告之后呢，他写了一首的荣耀颂，就是只有2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愿在他的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是保罗他所写的。原来他再次在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怎样？我们是有大力能够怎样充充足足的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运行在教会里面，他可以成就一切的事情，这些甚至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大概是保罗他想到说，我前面讲的这5大重点，你会想，哇，我不可能啊，我怎么能够像神那样子的完美能够充足在我们中间？哇，我没有办法像前面所讲，要我们能够常常有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我心里想，但是其实我们常常都照自己的意思。但是保罗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神乃是这样有大能力的，而且他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只要我们这样愿意依靠他，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要在教会中间，有没有？要在教会中间，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这边实际给我们一个提醒：神是大有能力的，他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为了怎样？为了要使神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而且不是只有一时而已，是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这边其实给我们有很大的这种负担在，这告诉我们，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回应呢？神将他的奥秘告诉我们之后，怕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能力，所以保罗又告诉我们，神是大有能力的，让我们他又能够讲有大能，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神要得着荣耀。所以我们要来回想说，神可以在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的身上得到当得的荣耀吗？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我们信徒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而这个教会呢，乃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教会呢，乃是主的圣殿。然后今天又告诉我们，借着这个教会，要将福音的奥秘让世人都能够明白。而这个福音的奥秘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外邦人所有的人，只要在基督耶稣里，都能够同为后世，而且同为一体，而且同蒙这些应许在。你要是觉得你没有办法的话，没有问题，神的大能力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保罗就列了5点，这5个重点呢，就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当我们说我们要回想说，我们在我们教会跟我们身体上，我们身上到底有没有让上帝得着同当得的荣耀呢？从我们这5点，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应当要如何？第一个，我们要如何使我们的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呢？我们回想我们在我们的人生活当中，是不是常常有很多忧虑？当然每个人都有忧虑，但这忧虑是不是很长久的一直在你的心中？是不是有很多的苦楚，很多的这种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一直在盘踞在你的生命当中？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心里的力量没有刚强起来。我们是常常在关怀别人，还是需要别人来关怀我们呢？我们常问的问题是说，啊，谁没有来看我们，谁没有来关心我们？不，我们要常问说，我有没有为谁来关心呢？我们常用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属灵里面的 baby 呢？我们仍然是在包着尿布的属灵的 baby 吗？不，我们应该在心里面要刚强起来。你的刚强包括你对上帝的话有坚定的信心吗？最近我们有很多的议题在。这些议题在的时候，你可以想到，我们已经陷入某一种困境中间，觉得人权才是最重要的。在972这个事情里面，多元成家的事情里面，在强调就是人就是人权，所以一定要，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吗？当你跟神权比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是那样子的不可否认的东西。
神权才是最重要的。人是为而活着，人不是为了人而活着，人那是为了神而活着，为了要让神得到荣耀。所以神权当然大于人权啊。所以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灵有没有这样子的刚强，有这样的坚定吗？这是第一个。当我们有时候，我们才可能会说让神能够得到荣耀。第二个，有基督住在心里面吗？我们要如何能够显出有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呢？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意思是怎样？我们应该照着主的旨意去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再是我在活，而是主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你的所行、你的所言、你的所作，能够有基督徒的馨香之气吗？还是人家根本不知道？你讲说我是基督徒，他敢模样看不出来。要是这样，我们就很悲哀。要是他的回忆说：“哦，难怪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太一样。”那是基督徒的信仰之气，有基督在你心里面吗？我们常常在决定一些事情，是透过祷告里面，觉得我已经祷告完，说我应该所做就是，其实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的意思，或者突然有人透过你的属灵伙伴来告诉你的话，这明明好像就是神要告诉我们，但是觉得跟我的想法不一样，这个大概不是神的意思吧？是你在决定呢，还是神在决定呢？你心里面的主人是谁呢？你讲话的时候常常是讲我吗？表示你的意思是非常强，是有基督住在你的心里吗？我们要如何能够显出有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第三个，我们的爱心要有根有基，彻彻底底的明白基督的爱到底是什么。基督的爱绝对不是一个烂爱，它是非常有它的。我们从上帝的话语来看就知道，行公义，好怜悯。原来你的爱，你的怜悯里面要有公义当基础，而你的公义里面呢，应该是你的出发点，是因为你的怜悯，出于你的爱。神又怕我们走歪了，就是说你要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所以神透过先知告诉我们的，告诉世人何为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我们的爱心真正是那个有公义做基础的爱心吗？我们的公义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爱心而为出发点嘛？这边告诉我们，就是说，要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些信徒们我们的爱心要有根有基，不是随便的照我们的意识去行的这个爱心。第四个，我们要能够体验、能够分享基督的爱的深奥，它的长阔高深。你有去体验到吗？你体验到之后有去跟别人分享吗？这是保罗他的祷告，希望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些信徒都能够这样。最后一个告诉我们说，可以让完全被神一切的美好所充满。也就是说，神的美好、神的完美呢，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其实这一点已经包含到前面说的4点，都包含在内。当你已经被神的一切的美满所充满的时候，你自然会这样，心里会有刚强的力量了。你有基督住在你的心中了，你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而且你知道主耶稣的爱是何等的深奥。保罗为了这些教会里面的信徒，他做出这样的祷告。他怕我们觉得我们做不到，告诉我们神的大能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所以当我们常常要来思考，进到以弗所书第3章里面，我们已经知道教会是这样，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圣殿。但这个教会要做什么呢？原来保罗在告诉我们，借着教会要将福音的奥秘要传出去。这奥秘就是让所有的人愿意信靠主耶稣的时候，都能够蒙神成为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们就要这样子的呈现出来。我们要使我们的心灵能够刚强起来，有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爱心要有根有基。我们要能够明白基督的爱，他的爱是何等的深奥，而且我们要完全被神
一切美好所充满的。盼望我们能够明白，最后意思就是要让神能够因为我们得到荣耀。这礼拜我们有小组我们有2个题目要大家讨论，就是什么是福音的奥秘呢？奥秘的与我们的个人与教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分享我们个人教会要如何让神能够得到荣耀。盼望我们不要忘了教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在这中间我们所要扮演的角色。我们同心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再次透过以弗所书，我们能够再次的明白，我们在成为组成教会的一份子中间，我们要如何让神你的名能够得着你应得的荣耀。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保罗为了这些信徒们所做的祷告，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我们要如何能够心里能够刚强起来，要如何能够显出有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让我们的爱心是完全彻底的了解，是有根有基的，而且我们能够去体会跟分享主耶稣基督爱的深奥。最后我们更盼望神的完全能够充满的在我们每个人当中。求主您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个人跟教会都能够让神的荣耀得到荣耀。献上我们的感恩与祈求。这是我们要同心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上帝创造统治人与万物的独一真神，他是历史与世界的主，施行审判与拯救。他的儿子从圣灵投胎，由童贞女玛利亚降生为人。我们的弟兄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受苦、钉十字架死、复活，彰显了上帝的，使我们的复合。神的灵就是神灵，住在我们中间，是能力，使我们在万民中做见证，直到主再来。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他的后，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是根植在深入的著名，通过爱受苦而成为盼望的记号。我们信人借着上帝的恩典而悔改，罪得赦免，以虔诚、仁爱与献身的生活归荣耀与上帝。我们信上帝是给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使人有份于他的创造，负责任他一起管理世界。因此，人有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且有追求真神的心。但是人有罪，误用这些恩赐，破坏人万物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当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使受压迫的人得自由、平等，在基督里成为新创造的人，使世界成为他的国度，充满公义、平安与喜乐。